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個真係聽落都覺得好恐怖，但偏偏每日都喺我哋身邊發生緊嘅街市恐怖真相。你平時去街市買係咪最剛意追求嗰種鮮味？甚至有時聽人講某啲水產好補身，好有營養，就買返屋企天天食，餐餐食。如果你真係咁做，今日呢條片你真係一定要由頭到尾睇清睇楚，因為你以為嘅補品，隨時係一個寄生蟲炸彈。我哋尋日覺得生魚片、刺身呢啲，只要去高級日本料理實就冇事，或者喺街市見到啲魚仲游緊水，好生猛，就覺得咁新鮮生實都得啦。如果你有呢種諗法，真係自己條命嚟較量。最近食品安全部門又發出了最新的警告，再次提醒大家，有某種在我們香港街市非常普遍，好多人甚至當是寶的水產，其實體內藏滿各式各樣的寄生蟲，有啲蟲甚至生猛到可以生爬於你個腦度，喺月面駐足20-30年，將你個腦當成佢哋嘅超級豪宅，慢慢啃食你嘅神經系統。聽落係咪好似鬼片情節？但呢個係千真萬確嘅醫學案例。首先，我哋嚟揭曉呢戶種隨時要你命嘅街市水產。第一種，亦係最常被大家當成補品，甚至好多長輩中意買嚟燉雙，或者甚至整魚生嘅淡水鰻魚。講到鰻魚，好多人即刻會諗起順德魚生嗰種撈似撈到風生水起嘅感覺，越口上脆，好多人覺得係人間美味。但你知唔知？淡水魚嚟係中華間色蟲嘅絕對大本營，好多人以為我用生薑、大蒜、大蔥，再連埋高度數嘅白棗，甚至落埋芥末，咁樣撈埋一齊時，啲蟲尾死晒咯。呢個真係全宇宙最大嘅誤解。實驗一早證實咗，無論係高濃度酒精、wasabi 定係生醋，都完全殺唔死中華間色蟲嘅囊幼。你食落肚之後，呢啲幼蟲就會喺你嘅膽管穴面發育，變成一條條好似條葵瓜子咁大嘅層蟲，佢哋會喺你個膽度住幾十年，不斷繁殖，令你慢性膽管發炎、膽積瘀滯，最後甚至會演變成肝硬化或者肝膽管癌。第二種好多人情熱中招啲，就是田螺同埋福壽螺。呢類螺又因為好有嚼勁，炒埋紫蘇、辣醬，簡直係超熱神器。但呢啲螺，赤幾乎好亂時，尤其係福壽螺，簡直係廣州管源線蟲嘅抽脂宿主。一隻福壽螺裏面隨時藏住高達幾千條寄生蟲。如果煮得不夠熟或者生時，呢啲廣州管源線蟲就會順住你嘅消化道進入血液，然後一路游到去你最重要嘅器官大腦。佢哋會喺你嘅中樞神經系統穴面爬嚟爬去，引起視酸性痢、視包性腦膜炎。患者會出現劇烈頭痛、發燒、頸部僵硬，嚴重的話會失明、癱瘓、痴呆，甚至死亡。醫學界就曾經有案例，有病人因為食咗未煮熟嘅螺油，條蟲喺佢個腦穴面住咗足足30年。期間醫生一直當係其他腦病嚟醫，直到最後做手術開腦，先發現穴面有一條生猛嘅蟲喺度爬緊，真係諗到都毛骨悚然。第三種街市常見嘅高危水產就係黃鱔炒魚片或者黃鱔飯。好多人覺得好滋補，覺得男士食咗補腎，女士食咗補血。但黃鱔係惡口線蟲嘅重災區。惡口線蟲最恐怖嘅地方係佢具有極強嘅游走性。佢入咗你身體之後，佢唔會乖乖待喺一個地方，佢會喺你嘅皮膚下面爬，成一條條工種嘅隧道。你甚至可以用右眼睇到皮下有嘢喺度蠕。如果佢行錯路，爬咗越眼球，就會盲。如果考試頭先咁講，爬咗越大腦，就會直接破壞大腦組織，造成致命跌腦出血。而且呢種蟲生命力極強，喺人體內活過10幾20年完全冇問題。第四種我哋要提防嘅係淡水蟹，即係我哋俗稱嘅大閘蟹或者絲蟹。好多人中意整醉豉、生腌豉，覺得咁樣先食到豉油嘅鮮甜質嚟質感。但淡水豉是肺絲蟲嘅中間宿主，你生時醉豉，肺絲蟲就會進入你啲肺部，引致咳嗽、咳血、胸痛。佢哋甚至會喺你個肺穴面鑽出一個個空洞，令你呼吸困難。第五種就係大家估唔到嘅部分海產，例如排骨魚、墨魚或者無絲蟹魚體內嘅二尖線蟲。雖然蟹魚相對淡水魚安全稍少，但如果係生食或者冇經過嚴格嘅低溫冷凍處理，二尖線蟲就會條條生猛咁黏附喺你嘅胃壁，
或者出行被盜，引起強烈嘅腹痛、嘔吐，甚至導致腸穿孔，需要做剪極手術切除部分腸臟。睇到呢度，你係咪首先都出埋汗，懷疑自己以前攝落到嘅到底係嘢食定係蟲？糊口腔，雖然呢啲寄生蟲聽落口似異形咁恐怖，但只要我哋掌握好保護自己嘅方法，一樣可以食得安心。以下我就為大家公開4大保命原則，只要你跟做，就可以將寄生蟲嘅風險降到0。第1大保命原則：測啲主數、測啲主數同埋測啲主數。重要嘅嘢真係要講3次。寄生蟲雖然生命力強，但它們有一個致命嘅弱點，就是怕熱。所有水產，無論是魚、蝦、蟹、螺還是黃鱔，都必須有確保揸熱到中鮮溫度達到攝氏70度以上，並且持續煮一段時間。千祈糊口追求幾層熟，或者貪圖鮮嫩而煮得啱啱好，甚至帶有雪絲。特別係炒螺、炒黃鱔呢啲肉質比較厚身嘅食材，一定要大火滾煮透徹，確保將所有可能存在嘅蟲卵同埋幼蟲全部殺滅。第2大保命原則：堅決杜絕生食淡水水產。大家一定要分清楚，海魚刺身同淡水魚生係完全兩碼子嘅事。海魚刺身需要經過專業的零下20度以下連續冷凍超過24小時，或者零下35度以下冷凍15小時，這樣才可以殺死二尖線蟲。而淡水水產，因為佢哋生存嘅淡水環境同我哋人類嘅體內環境太過相似，佢哋身上嘅寄生蟲一旦進入人體，生存率高達90%以上。所以無論人哋將順達魚生、生煙絲河、醉沙吹到幾咁好食、幾咁大補，你都要堅定記住，一啖生魚片，隨時換嚟30年嘅腦部噩夢。第3大保命原則：廚房生熟工序一定要嚴格分開。好多人喺屋企左引，一把砧板，一把刀做天涯。啱啱切完生嘅漢魚或者黃鱔，摸一摸個砧板，又攞嚟切熟食或者切生果。你以為媽乾淨啦？其實寄生蟲的蟲卵、囊又好可能已經沾染了在砧板的裂縫裏面。當你切熟食或者自己越口啲生果時，這些蟲卵就會順理成章地被你食落肚。所以屋企一定要準備至少2塊砧板同埋2把刀，一塊專門切生有生魚，一塊專門切熟食生果。用完之後要用熱水同洗潔精徹底洗乾淨，甚至定期用滾水消毒。第4大保命原則：糊口輕慎任何偏方殺蟲法。正如我前面所講，好多人以為食魚生嘅時候點多啲山葵，演多2杯烈酒，或者加多點醋，甚至食完之後時粒蒜頭，就可以喺個胃度幫手殺蟲。呢啲全部都係自欺人嘅安全鹼。寄生蟲嘅囊又有一層厚厚嘅保護外殼，胃酸都未必一時間搞得佢掂，更何況細嗰少少烈酒同芥末呢啲調味料，頂多只能夠起到沙罐或者調味嘅作用，對付寄生蟲係完全無能為力嘅。唯一能夠100%保證安全嘅，只有溫度，只有高溫。除了頭先講嘅這4大原則之外，我還想同大家分享一絲在街市買菜時容易忽略的隱形地帶。好多街坊會話，我平時都唔食生嘢，所有魚蝦蟹我都一定煮到熟細鮮時，咁我係咪就絕對安全呢？答案係仲未算100%安全，因為好多時問題唔係出喺食嗰一刻，而係出喺你買同時嘅過程入面。想象下，當你喺街市嘅魚檔睇中咗一條好生猛嘅鯇魚或者只知大閘蟹，檔主幫你打魚斬件嘅時候，佢嗰把刀同嗰塊砧板，每日可能要草你解100條魚。如果前一個客買咗帶有寄生蟲嘅淡水魚，而檔主冇每次都清洗消毒個砧板，咁已知你條魚嘅表面就已經沾染咗無數肉丸體、糊到嘅寄生蟲幼蟲或者蟲卵。你用個膠帶裝做返屋企，一路上呢啲幼蟲就喺個大月面交叉緊軟。返到屋企手套嘅時候，好多人習慣就咁將條魚放喺水喉下面猛咁沖，呢個動作其實極之危險，因為強力嘅水流撞擊到魚身或者螺殼嘅時候，會產生無數嘅微小飛沫同水花。呢啲帶有寄生蟲卵同細菌嘅水花，會隨風飄散，飛到去你擺喺洗手盆隔籬嘅碗碟、筷子，甚至是準備直接生食嘅蔬菜上面。你以為自己沖洗緊污垢，其實幫緊的寄生蟲搬家，擴散到成個廚房都係。所以最新嘅飲食安全指引建議，
我哋喺廚房處理任何街市買返嚟嘅生鮮水產時，最好準備一個專用嘅大盆，將水產放進盆穴面，用微弱嘅試水慢試，或者鎖性浸試，減少水花事件嘅機會。而且，摸還生鮮水產指數，千齒狐好為試數，就處由眼睛、摸鼻哥，甚至截吉拿嘢時，我哋嘅手指甲縫係極容易藏匿蟲卵嘅地方。如果你唔小心摸完生魚，然後用手脆攞塊麵包時，咁啲蟲卵一樣會由口穴，繞過咗你煮熟條魚嘅所有努力。另外，好多家長好中意帶小朋友去農莊或者郊外溪流玩水，見到啲小溪穴面有好多清澈嘅溪水，穴面有好多細細隻嘅溪蟹或者田螺，覺得好得意，就捉返屋企養，甚至有老人家覺得野生嘅最滋補。山溪水咁堅淨，撈上嚟嘅蟹仔直接用嚟搗碎整啲打藥膏，或者貪得意煮嚟食。請大家記住，越係睇落清澈、維精污軟嘅天然山溪，穴面嘅野生溪蟹往往先係肺虱蟲最恐怖嘅溫床。小朋友免疫力低，如果玩還水、摸還這些溪產，手都胡屎乾淨，就與手指寄生蟲一樣會生爬越體內。今時今日2026年，科技咁發達，醫學咁進步，但點謝食品安全部門每年都仲要不厭其煩咁宣傳防蟲知識，就係因為寄生蟲嘅生命力同埋潛伏期真係遠超我哋想象。佢哋無會令你即刻肚痛，而係好似一個定時炸彈咁，喺你體內默默潛伏1-20年，直到你身體越免疫力下降嘅時候先突然爆發，到時往往已經對大腦或者肝臟造成了不可逆轉嘅傷害。所以為了自己同屋企人的健康，去街市買菜一定要多一分謹慎，戶口貪圖一時嘅口腹之欲去挑戰生煙，亦戶口覺得人哋食咗咁多年都冇事，我邊有咁棘仔？追求健康養生是啱嘅，但前提係一定要科學，要理性。希望大家記住今日講嘅所有細節，由賣嘅喺度煮熟，每一個關卡都做好把關，將呢啲生爬越牛嘅恐怖寄生蟲徹底拒之門外。其實大自然食護鏈好正常，水產有寄生蟲係好普遍嘅自然現象。我哋唔需要過度恐慌，亦唔需要從此誤食呢啲海鮮水產。最重要嘅係我哋要食得聰明，食得安全。只要大家數住徹底煮熟這一條底線，戒掉生食、盲目追求生煙嘅壞習慣，咁呢啲恐怖嘅寄生蟲就永遠都冇機會入到你嘅身體，更冇可能爬越你個腦度駐足30年。健康係掌握喺自己手上嘅。今日返去即刻檢查下屋企個廚房，生熟砧板分開咗為煮海鮮嘅時候有冇煮透。希望今日呢篇防蟲攻略可以幫到大家同埋身邊嘅屋企人，覺得實用嘅話，記得分享俾身邊平時最中意食魚生或者尋日去街市買嘢嘅長輩同朋友，大家一齊食得健康，平平安安。